来这个南北达成着共识，顺利来整合。不过，民众党有不少的幕僚认为郭文泰让伤济委屈了，第一时间无法度接受。郭文泰办公室的发言人陈志涵甚至互翕到伊目屎甘目钱，也毋过伊事后来澄清讲是咧揉目睭。陈志涵今仔日佫出来背会，讲当下确实是有一寡情绪，也毋过经过一暝的思考，个人无重要，团队的目标才重要。两蕊目睭敢若干目屎，伊是歌办发言人陈志涵，去媒体真野了，前一天若被会谈过，感觉满腹的委屈，甚至传出要请辞。对于这样子的结果，虽然说错愕，但是也必须要去沉淀，并且去接受。的确，昨天是有一些情绪，有一些担心。事发过当天，陈志涵笑笑面对媒体，不过当时病兄真侪布条拢正倒单，传出高文提身躯边的大型组体，黄珊珊、陈志涵都要请辞。对这件代志，黄珊珊是不相亲，陈志涵以为还佫感到别的意思。我觉得我个人的就是报道，或者是说这些。个人真的不重要，我想团队还有我们的目标才重要。我昨天下午忙着研究最近的民调。第二，晚上有记者问我的时候，我也回答他说没有了，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谣言。会互病院阵容这样委屈，就是因为协商会开始5分钟，请布条全部离开，敢若留下4大头人关门密谈。直到11点40分，才请布条转来，由朱立伦直接宣读6项共识。过程内底，陈志涵3摆出声反对，叫朱立伦拍档。这规个过程，郭文泰说干那都无提讲话。可能朱主席他们认为说，都已经谈好了，所以应该就不需要在里面再继续进行讨论。那这一点对我来说会比较担心，因为我们身为团队的一员，有义务要跟所有的记者朋友解释这整个的这个规则还有规范，所以当时就会希望具体的更了解一些。不管如何，郭文泰做出决定，这2天用民调拼关系，主战派陈志涵敢来当剃头家继续扯拼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